文字扫描仪原来这个是有镜头的，相机镜头的，原来可以拍啊！原来这个按钮这是拍照的按钮，拍了然后它就会扫描了。哦，还叫出那个图片来，以前都是叫出图片来扫描，这个是看到那个，你看到那个东西一拍就扫描了，看到那个影片的简介，你看一拍就扫描了，这样才快啊！俊泰传播公司已经要修正按那个笔部分的字错误了，英俊的俊。这个公司1993年创立，这个影片民国90年代中期买的，现在2022年，中华民国111年了呢。经过那么久了，网络搜寻，那个公司是撤销状态，撤销状态。你看，大部分的字都是正确的，少数的字错误要修改。按右上方的笔那个图案进来修改，修改完可以储存，可以另存为嗯存文字档 TXT 档。怎么把那个全都变成那个像军？有些字错误要修正，你看，奇怪，这一次错字比较多呢。刚刚那个准确率很高了，还有直行的也可以，直行的哦，没有什么画的，没有什么划线的，也可以那个扫描结果啊，成功率很高了，就是正确率很高。全嘛，名权是全怎么会变成简体字的军呢？全录了，你看大部分字都错在那个全数的全，念起来不通顺，那个就是字有问题有错。你看你那个标点符号啦，标点符号造成那个判断错误。把标点符号给消除掉了。
不是不是小括号嘞，那个是有符号的，但是这个是手机看不到那个符号嘞，那不是小括号，那就空掉了，能处理的处理，不能处理的。那我没有办法，你一个字一个字慢慢那个校订修改的。北宋太祖赵匡胤哦，太祖长劝，太祖是宋太祖赵匡胤，哦，太祖是北宋太祖赵匡胤呢。北少林就有北宋太祖赵匡胤创立的少林长拳呢。哦，也是武术名人啊。上等之气之士，开朗哦。看那个字哦，很多都是拳法这个拳的错误啊，比自己慢慢看着打的快多了啦。经过扫描再修改，也在学习。闪转腾挪啊，闪啊，转啊，腾啊，腾空腾，挪移的挪，挪移的挪，闪转腾挪，颠打摔拿，标点符号没有办法很标准，我都用英数的标点符号，就空间隔空的比较大，那个是中文式的，中文式的字形，颠打摔拿，不是闪是拿，前面还有一个摔。这个武术名称前面加个井字啊，然后贴到这个 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分享以后，可以有这个超连接功能，然后点按看看在那个 YouTube 网络
上是不是有人有这种武术的影片呢？有的话都会列出来，有影片的图示，那这样可以得到全世界相关的武术影片资源。本门呢，不是木门。你看，它差笔画，小虎宴哦，螳螂小虎宴，螳螂梅花手，螳螂梅花肉，不是梅花哦，梅花肉，梅花券，掉落的落，然后券，梅花券，然后来梅花手，来小虎宴，嗯，螳螂啊，不是蟑螂哦，差太多了。螳螂是草稿，蟑螂是嘎爪，差太多了。螳螂啊，螳螂小虎宴，然后来螳螂什么？崩啊，崩不全，山崩地裂的崩，螳螂崩不全，是螳螂哦，不是蟑螂哦，差太多了。所以要检查就是这样，扫描完了要校定、校正、校定、校正，全录了。此类全华，全华了，不是不华了，拳头的拳啊，全华，稀少的少，怎么会漏掉那个字呢？啊，被遮到了，按全选才会看得到哦。有没有看到？按了全选，它就跳出来就可以看得清楚，看得到了。那个俊泰传播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查网络知道了，1993年创立的。这个影片光碟，中华民国90年代买的，1993是82年，90年代中期买的，现在2022年，中华民国111年了。查网络知道那个状态，公司是被撤销的状态，早已被撤销了嘛？早已撤销了，是他们自己撤销的吗？本门的不是木门。刚柔同出了，逆势而行，差那么多，不校定，真的意思差很多。刚柔武术里面讲的是刚柔同出，逆势而行，违背于常理啊，又异常顺畅啊。这个意思差很多，违背于常理，常态的常理，而又异常顺畅，异常顺畅的全路啊，不是步入，是全速的全，
全录，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看来校订啊，有错误请见谅。梅花手，梅花手，短而快啊，短而快，短而快，快速，短而快速啦，轻灵飘忽，轻灵飘忽啊，短而快速，轻灵飘忽的套路，得来不易啊，能够拥有这些资源，得来不易啊，都是要花费时间精神的。梅花泉，你看就有标点符号，就造成这个扫描结果判断辨识错误呢，差那么多。梅花泉还是梅花手？向来是，到底是泉还是手啊？梅花手向来是练习三花。三花是梅花肉、梅花泉、梅花手，叫三花。武术界的三花：梅花肉、梅花泉、梅花手。梅花手是一套短而快速、轻灵飘忽的套路，是练习呀。三花的第二套全路练习。梅花泉哦，梅花手才是第三套了啊，这里错了，这里错字比较多。梅花手向来是，这一次扫描结果错误比较多啊，问题出在那个用相机拍照好的，然后他扫描那个照片准确率比较高啊。现在做的是开启它的程式所附带的那个相机来拍照，然后扫描，结果错字比较多所以准确率如果要高的话，是另外用相机拍照，然后在这个操作扫描仪的时候，是叫出那个图片来扫描，叫出那个事先照好的图片来扫描，这样准确率比较高了不然现在已经校订了很久了呢，差别在这里了。准确率要高的话，是拍照跟这个文字扫描仪要分开啊。文字扫描仪操作的时候是叫出那个早已经拍好的图片来扫描，这样准确率会比较高。这个是经验啊。梅花手练习三花的第三套全录你看这错字很多嘞。梅花手是一套短而快速、轻灵飘忽的套路，然后再看上面呢，梅花犬这里错字那么多了。台北螳螂自然本门不是木门。他一笔画，你看自然本门的系列就扫描会有错误要校订。你看，螳螂跟蟑螂
差那么多啊，结果扫描出来的显示的是蟑螂呢，是螳螂呢，螳螂是草稿，台语叫草稿，那蟑螂台语叫做嘎抓，差那么多，这个是螳螂才对啊，螳螂梅，螳螂糖，特昂糖，特昂糖，螳螂梅花肉，掉落了。然后螳螂犬素有三花手之称，螳螂犬向来有三花手之称。原来螳螂犬就是跟那个梅花肉、梅花犬、梅花手有关哦。梅花肉、梅花犬、梅花手原来就是属于螳螂犬，北螳螂不自然本门呢。螳螂犬，螳螂犬，就想到梅花肉、梅花犬、梅花手。螳螂犬素有，你看那个字有少掉了，就因为有标点符号，然后扫描结果就会有错误了。螳螂犬素有三花手之称，所谓的三花呢，是指梅花肉、梅花犬、梅花手。三花，武术界的三花是梅花肉、梅花犬、梅花手。标点符号会造成那个错误。加那个井字号，可以在那个 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发表贴文发表，社群上贴文来发表，然后呢，超连结，点按超连结，然后就可以找到网络上是不是人家有这种影片，有的话就会列出那个影片资料库目录。梅花肉、梅花犬，不是卖的，是犬。梅花犬，全数的犬。梅花手这三套，行哦，全啊，不是行啊。哦，差这么多。现在就把那个武术的名称前面加上井字好了。北少林系列，南少林呢，武术在那个台南的关田福安宫，关田南部福安宫有举办过南少林武术大会演呢，有达尊，有罗汉拳，有太祖活拳、高棍，还有什么拳？二拳还是什么拳？达尊是不是达摩祖师的那个武术系列呢？这个字就是因为标点符号造成这个扫描结果辨识错误。这个字是连部拳，连部拳。
这个做关键字词，手写的关键字词哈，前面加井字，后面要有空白，来分隔做区分隔。原名连部券，哎，真的嘞，练呢，连部券，连长的连，原名练部券呢，哎呀，是练习的练呢。原来练部券、连部券都一样的了。顾名思义哈，这是一套练习簿哈，全录，不是介入了，是全录了。练习簿的全录了。练习北派武术，无论是何门派都喜欢以连部拳为入门的武术，拳术哦，它的原文是拳术，入门的拳术。北少林系列少林功力拳，功力拳。少林功力拳也要做收信关键字词，然后来功力拳也要做收信关键字词，有的用功力拳来做那个标关键字词，有的用少林功力拳，所以要两种都前面都加个井字哈。功力拳这个没有逗点，你看有标点符号扫描出来，容易出错，辨识错误。顾名思义是一套增长功力的拳路，练习少林武术也向来是以功力拳作为练习剑道的途径。剑道它是用那个单引号啊，那这个手机，要打这个，真的嘞，是要按这个才有嘞。哦，原来按这个就可以找到这个标点符号。但是，原来这个是双引号哦。左边呢，右边呢，原来这个书名号是在这里打的。功力拳顾名思义是一套网络交友要小心呢，有的美女自动来交友，然后叫你要加入他们的社团，然后叫你做投资投资要花钱呢，要买他们的什么东西然后创造说那个价格涨了很多，一天就赚了多少钱投资然后过了一段日子，钱花很多了然后手机程式不能连线那些投资的钱都领不回来了，多可怕了！这个网络，然后情色引诱、交友引诱，然后引到投资，然后引到等于是诈骗了呢。投资诈骗，有的是爱情交友诈骗，有的是投资理财型的诈骗，好可怕哟！有的是打电话的诈骗，你们好可怕呀！真是的，打电话说那个什么健保局电信局然后说你的这个健保证的问题身份证的问题被人家盗用了很紧张就注意听，然后告诉你要把那个账号，尤其存折账号啦、银行存折账号都要告诉他，他要调查。他没有经验的，就是乖乖的听乖乖的把账号都念给他然后可能就造成那个被人家控制了，被人家盗领了。
很可怕的这网络诈骗或者是电话诈骗啊，真是的。那练武术的人怎么知道那些诈骗的事情的手段呢？要搜寻165反诈骗专线。哦，校订这么久了，浪费很多时间。不要算浪费了。然后来少林拳，北少林哦，北少林应该也要再加个那个关键字词的，北少林，然后空格，搜寻看看网络上有影片也用北少林来作为关键字词的，这样搜寻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影片资源。来，少林拳。你看这个名称都是很专门的呢。归于一体啊，不是对于一体。哦，这个字还没有校订到归于一体，所以校订也是很不容易的。标点符号有的也是不一定正确的。中国武学上，中国武学中呢，上真至己之术哈。来北少林系列，少林太祖长拳，少林太祖长拳，做个搜寻关键字词，然后来太祖长拳，没有加少林的，要太祖长拳，然后后面要有空白哦，这样搜寻的才会标准，准确率才高。太祖长拳相传是由北宋太祖赵匡胤所创，那太祖长拳广泛流传于我国北方。那来是八般武艺系列，八卦单刀，八卦单刀介绍中国武术界颇负盛名，是八般武艺之由了。针对刀术中的八卦单刀，详细介绍其中的招式练法。这个大刀很厉害呢。那古代不是流行那个枪炮、长枪、短枪那个时代哦。清朝的时候还有大刀队，不对，那是中华民国26年7.7卢沟桥事变以后，揭开8年抗日战争的序幕嘛。然后对抗日本军队的那个军队也有大刀队呢，大刀队主要是在北部的了。大刀队，你看用的可能就是这个武术，可能就是有这个八卦单刀，叫大刀队。关公大刀，宋江镇那个长刀关刀也是算大刀，那一般叫关刀。官方呢，官方网站那个官呢，做官的人家那个关刀长长的，像武术刀加上木柄，很长的，它叫关刀。宋江镇里面的关刀，也有拿关公那种刀的关刀，那个钩那个地方有的造型不一样，有的稍微突出，有的还有钩回来。钩很厉害呢，钩可以把人家那个盾牌也钩过来。
台湾的，把人家的武器也勾过来了，有的还会砍马脚呢，可能是砍还是勾啊？勾可能就被马给拉过去了，应该是砍了，才不是被马给勾过去了。你看那个岳飞很会打仗，砍那个金人的马，专门砍那个金人的马，砍金人的拐子马，你看砍马脚，所以这个岳飞的军队常常获胜。八卦单刀哦，八卦单刀。详细介绍，详细介绍其中的招式内容。现在就要做那个井字号了，搜寻关键字词啊，北螳螂自然本门系列。北螳螂哦，要有个关键字词，所以要空格一下。自然本门系列啊，螳螂梅花鹿，螳螂梅花鹿要做一个关键搜寻的关键字词，然后来螳螂犬，螳螂犬也要有搜寻关键字词，是有三花手之称，三花手可能也是要有个关键字词。搜寻关键字词前面加井字哈。那这武术界的三花是指哪三花呢？梅花鹿、梅花犬、梅花手。哦，这三套拳是属于北螳螂自然本门。哦，这里还有一个没有校定到，你看不容易啊。北螳螂自然本门系列。螳螂梅花犬，螳螂梅花犬。那字那么小哦，校定起来很辛苦，你看，按错地方。梅花犬啊，这个字也是没有校定到。梅花犬，向来是练习三花的第二套拳路。你看这个来，简体字的跟繁体字的就不一样，也要注意。哦，梅花犬，来作为搜寻关键字词，练习三花的第二套。哦，全路的全，你看扫描出来结果是错误。然后标点符号也会英数的跟那个中文的就不一样的差别，小跟大的差别。梅花什么？手法新颖。梅花拳呐、这不是是啊，是拳呐、梅花拳的手法新颖，而且柔上，而且柔手特别多，真的是柔手嘞，柔手特别多，刚柔并，哎，成语叫刚柔并济啊，不是替啊。哦，这个没有检查到呢。刚柔并济，轻灵快捷，轻灵快捷，快速轻灵。这什么法？啊，拳法。那拳啊，错误，然后显示出来的很多种。北螳螂自然本门系列，螳螂梅花手，螳螂梅花手啊。
梅花手，然后空格，梅花手，然后空格。啊，手，按错地方了，你看，按错地方，删错字了。梅花手，梅花手，可以要空格一下。向来是练习三花的第3套全路，梅花手是一套短而快速轻灵、飘忽的套路。哦，梅花手，短而快速轻灵、飘忽的套路。套什么路啊？套全路啊！一套全路，简称叫套路。所以套路也是全路啊，有关的，不完全相同是有关的。套路就是一套全路，简称啊。哦，那再来北螳螂自然本能系列，螳螂小虎宴。螳螂小虎宴，小虎宴动如猛虎之出林啊。这个是形容有引号，你看，号如野雁之轻，刚柔同出，逆势而行，是一套违背于常理又异常顺畅的全路。有形容小虎宴叫做动如猛虎之出林，哇，所以有个虎，然后号如野，怎么会是号呢？奇怪哦，怪怪的，不可能不是号啊，落啦，落如野雁之轻飘，落了，梅花落的落呢，有动有落呢，但是动如猛虎之出林，落下来如野雁之轻飘。梅花落那个落下来掉落那个落如野雁之轻飘呢，轻飘飘飘。刚柔同出啊，很厉害，刚柔同出，逆势而行，呢，这么厉害哦，是一套违背常理而又异常顺畅的全路啊。这个不是顿号，应该是逗点。小虎宴，螳螂小虎宴，所以小虎宴这里也要做关键字词，前面加井字哈，然后后面又有空格，这样才不会搞混啊，这样关键字词才是标准啊。北螳螂自然本能系列的最后一个叫做螳螂奔步犬，螳螂奔步犬。哦，这个字也是错，螳螂奔步犬，螳螂奔步犬。会有出错，就是因为标点符号引号造成的。螳螂奔步犬啊，螳螂奔步犬是集中了螳螂各种独特技法的全录了。集中整合篇的呢，这样综合版的呢，这样螳螂奔步犬。螳螂手法，螳螂手特别多。螳螂手啊，你看螳螂，螳螂那个样子啊，那个手做出那个螳螂那个样子啊，那叫螳螂手。螳螂手特别多，在螳螂文中这里面应该不是逗点，不是顿号，是应该逗点。
这里不是顿号，是逗点。螳螂手特别多，在螳螂门中，此类全法亦属稀少。哦，记好了，多么不容易啊！弄了这么久，影片里面那个内容啊，图片文字说还不能给人家看到嘞。这个是影片光碟表面那个封面上那面介绍的图文，这是文字扫描啊，文的部分啊。哦，你看要处理这么久嘞，扫描以后还要校订啊，处理这么久，可以存档。手机还有个便条，存在便条，修改以后，这样啦，这样。